继续关心伫9月30，中央航空有一架对伦敦要经过曼谷飞来台北的 BR68班机，伫起飞5点钟了后，伫飞行机顶有一对查甫，因是伫乌白来，家己换位，搁伫飞行机顶食薰。机长为着安全的考量，全港去维也纳机场过暝过一天。伫延误23点钟外钟，才飞转来台湾。旅客伫昨暗8点的时平安转来台湾。说是喝酒或是抽烟啊，然后导致他飞机的那个状况不好，影响到那个飞机的安全。我们是睡到一半，然后就是机长广播说好像为旅客安全的问题，然后我们要回到那个维也纳。旅客顺利转来到桃园机场，拢安心吗？当时这架飞行机顶有300多旅客，因为代志发生的当时飞行机伫中东，离中途的曼谷还佫有2/3的航程，所以机长才决定讲要翻头飞转去维也纳，互航警去处理这对情绪失控的查某。也若大部分的旅客拢唔知影当时飞行机顶是发生什么款代志，也毋过针对机长的处理拢真轻。